搞当派的格西，过去的这些格西们呢，就是善知识们呢，他们曾经说呢，无论讲说什么法，最开始就是说法者自己都应该要观修无常。因此呢，我们常常说要修行。从某方面来说呢，有的人一听到这个无常，比如说观死无常，心中呢就会有一种不舒服的感受会觉得不太想去想这个死亡的事情。但是无论如何，我们说无常，它不只是帮助我们意念想着这个死亡而已，同时也是正面的在提醒我们，生命是很重要的，要珍惜人生，而不就是一个概念的一生而已，而是每个当下，甚至每天，其实你看时间都在流逝，所以每一分每一秒每一个当下都应该去珍惜。所以所谓的人生，其实就是你的每一秒你都应该要珍贵。你浪费了1秒钟的时间，等于说就浪费了一生。所以透过这样子来思维无常，我们知道无常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所以透过思维无常，可以帮助我们将我们的心带回向内，不要总是向外去追寻。所以像有一些修行人，他会把一天把它当成是他的一生，透过这样子来修持。举例来说，当一早起床的时候，你就想这是从母胎中出生了，之后呢会要洗脸、盥洗等等，就好像说一个婴孩一生出来就需要去帮他洗净身体是一样的。然后呢，再来早上吃早饭的时候，就好像是要养育这个孩子一样，然后之后去工作，那就像是孩子慢慢长大了，就好像去学校去工作是一样的。之后一天回到家要睡觉前要想，就好像我要死亡了，是我一生的最后。所以一天当中，你把它当成就像你的一生，这是一种修行的方式。所以我们常常说一生它就是这样很快很快，每秒每秒都在流逝，时间是不会等待你的。所以我们说，如果你是想要人生有意义的，就需要从今天这一做法当下就开始去珍惜它。你不能说我等明天吧，或者说等后天吧，是没有办法，没有时间让你这样去蹉跎的。尤其我们常常说，现在是五浊恶世，死亡的因缘也特别的多。我们也说，死亡是不一定的，再加上五浊恶世的死亡的因更多，比如说车祸，比如说车子也好，骑摩托车也好，或者说火车也好，飞机也好，都有一定的这种危险。所以我们现在身处是一个死亡的因缘更多的一个时刻，一个时候。所以我们说人生要有意义，是从当下开始，就是当下的每一刻开始。所以过去的善知识告诉我们，思维无常是很重要的，这个就是帮助我们首先初入佛法的这样一个鞭策是一样的。所以
就好像是这个马鞭让马驱策马向前进。同样呢，无常驱策一个行者，认真的在这个佛法的道路上去修持。所以这个说法也好，听法呢，并不是为了消磨时光啊，打发时间才说法，或者说才来听法哦，并不是这样子的。我现在跟大家分享的所说的这一些，是我觉得很重要的一些内容，同样也希望大家也很珍惜，也重视这些内容哦，而不是啊没关系，诶，听到也好，没听到也好，很随便的心态，或者说诶怎么还没讲完，时间还怎么那么多等等，不要带着这样的心态来听。什么是佛法？梵文是 Dharma，Dharma 的意思具备10种意义的，就是佛法的法 Dharma 一个这个字一个词呢，它就具备了10种意义。但是我们常说的所谓的佛法或者说正法呢，在藏文翻译成确，确呢在藏文的确中文有一种就是改变或者说改变的意思。譬如说一个东西或者说一个机器坏了，那我们就会要拿各种工具啊把它打开，然后可能去修理它等等。所以同样我们的心也需要得到改变。那你会问怎么改变你的心呢？不是，并不是你去整形哦。比如说你的这个拉点皮呀，然后染发啊，然后譬如说头快秃了又去植发呀。事实上，佛法里面谈到的改变哦，不是植发，也并不是去整容、拉皮，并不是这一些。那佛法里面的改变，指的是改变你的心。所以，那你没有办法拿任何工具去改变你的心。那谁能够改变你的心呢？就是你心自己。所以心唯有靠心才能够改变自己哦。所以只有心能够解脱心他自己。也就是白话来讲，你要跟自己的心好好沟通，好好的 meeting， 好好的讨论一下，好好的思维一下，什么是重要的，什么是善的，什么是好的。所以也就是平时你要好好的关护你的心，看看我的心现在怎么样了，我的心现在是善还是恶，这是你的责任，你要去做的。所以总而言之，也就是你随时要提醒自己，随时要告诫自己，随时要引导自己。那这个就是佛法修行的意思。其实我们现在的心中，总是好像有的时候善，有的时候又是恶，所以呢，会影响到一个人他的行为，有的时候做些好事，有时候做些坏事，所以不太稳定。所以我们要让心定下来。所以其实应该是问，你是要听你的善心，还是要听你的恶心去做事呢？谁能够决定，也是你自己，看你要听善跟恶哪一边。
有时候常常心中像是有两个人在说话，一个人告诉你，你应该要嫉妒，你应该要生气，你应该要烦恼，但是又有另外一个声音告诉你自己，我不应该这么做，我应该要有慈悲心，心要放大。所以，到底我们的本质，你要成为怎么样一个人，这个抉择在于你。所以，你要做个决定，这个也就叫做誓言了。就好像你盖个章，我要签个名，我要这么做，就是最终的一个决定在于你自己。不然总是不决定的话，总是犹豫不决的话，然后总是犹疑不定，在善恶当中犹疑不定的话呢，那么这时候你可能就算做了一些善行，那这些善它也是你没有办法很圆满的将它做好，你会刚开始一股热情去做一做，中间又觉得我又不太想做，然后甚至呢去做了不好的事情，所以前中后整个的过程就是没有办法圆满这个善行。这个问题在于哪里呢？其实都在于我们的心总是犹疑不定，没有做一个决定而造成的。那么我想举个例子，以前我在西藏的时候呢，我其实是很爱生气的。当然那时候年纪小嘛，就是比较容易生气。但是呢，到了印度之后，问题啊、麻烦、problem 也真的是很多。有的时候发觉很容易就生气。之后呢，我由于祈愿法会有修持这个不动佛法门，所以当然不敢说我自己做什么实修，但是呢，我的确在这个不动佛法门上做了一些研究跟学习。那透过那段时间的学习呢，我也了解到，这个在广目佛前就是不动佛曾经身为一个比丘的时候，他在广目佛前，也叫大目佛广目佛前发起了菩提心。他当时的愿就是他在未成佛前，他都绝对不对任何众生生气，这是他的誓言，他的一个决定。当时我看到这段文字的时候，我就想，哇，这个不动佛以前是这样一个很普通的一个比丘而已嘛，但是他竟然敢发这样子的一种大愿。他说未成佛前，从现在起到未成佛前有时候想一想，我们自己，我们都不敢发说我从今生到未死前，你都不敢发什么愿但是你看他却敢发这样的愿，这会鼓励到我说，我也应该试试看，或者会鼓励我说，那他都能做到未成佛前的愿，那我至少我今天我也发个愿，至少觉得他能做到，我也应该能够做到所以呢，由于这样的一种鼓励之下，那么有一天呢，我就试着，我也发愿，就是说，我一生当中，我在未死之前，我都不要升起嗔恨心。那这算是一种誓言，也算是我的一个祈愿吧。但我只能说是尽力而为，但可能也真的没办法像那个不动佛的前世，身为那位比丘的时候那样子的那种大勇气，说绝对不生气。所以我说，我是尽力这么去做。那当时还记得自己在发愿的时候的有一个重点，就是也就是我要让我的身体的行为和我的语言呢，都要
跟随我的心而走，听命于我的心的这个愿力哦。所以这时候的这种誓言的心力量很大。如果这个心力不够的时候，你的语言跟行为是不会听你的，他不会甘愿当你的仆人的。就说你没有力量让你的身跟语也签下签下一个文字哦，就说愿意当你的新的仆人的。但是如果你不把全副的力量都给予你，权力都给予你的心的话呢，心它要行善，它也没有能力跟力量去驱动去做这些善行的。所以当我们在发愿的时候，誓言的时候，你要告诉你的身体，告诉你的语言说，我从今天起，我要让我的行为、我的语言都完全听命于我的心。所以让你的心有完全的一种权利，完全的一种力量，这就是一种愿，一种誓言。但还是会遇到一个问题，就是我们会忘记发了什么愿。昨天发的愿发得不错，今天一起来就忘了。其实呢，这个愿呢，是你每天呢都应该要去提醒自己的，就是我昨天发了这个愿，然后我今天也要发这个愿的。所以你试着几个月的时间当中，你每天都提醒自己的话，那么有点像是这样不断的熏习的话，那么慢慢以后呢，它会变成你的一种习惯，你不刻意去想，它也会提醒到自己的。所以我自己有一个感觉哦，就是当你在发愿的时候啊，或许呢，只是因为没有什么录音机或者一个录影机把你发的愿把它给录下来，要不然如果有时候可以录下来，那还真是不错。就是当你一要生气的时候呢，就你快受不了了，要发怒的时候，有一个自动的那种全自动的机器会发出声音说，你曾经发了一个愿你曾经有这样子有的愿，如果能够有这样全自动的机器让你听到你曾经的愿的话，那是不错的。那可惜没有这样的机器，所以其实重点就是你的心大概就是那个机器吧，也就是你的心要能够随时提醒你自己。因此呢，在你哪一天快要生气前，你的心就发出一个声音告诉你，我曾经发过愿，我不可以做这样的事等等。所以我们说所谓的这个修行，其实就像前天有讲到的，我们身为人类，那身为人，他具备的一种特殊的智慧，也就是能够知道什么是善恶，什么是是非等等。所以修行是什么？修行就是把我们这样一个本具的一种智慧能够开启，能够让它有作用。那这在佛法当中很深刻的、很广阔的告诉我们方法，让我们的智慧能够开启，也帮助我们的人生有意义。这可以说就是修行，也就是佛法的意义。所以我们说佛法修行的方法，如果你不了解它的意义的话呢，那么可能修行就会变得有点怪力乱神，有点怪怪的一些修行会出现。我也认识一些外国的法友，一些弟子他们也曾经这样跟我讲，就是他们一修行之后，他们就跟法王说，家人都不太喜欢他修行我也在想，的确是吧，或许修行有点奇怪，但是呢，也应该要去想一想为什么会让别人觉得你很奇怪。尤其呢，我们说在修持密乘的时候，有的时候我们不知道真正这个法它表示的意思是什么，代表的意思是什么，那么结果就变成是一种仪式，一种习俗，而把那些
习俗仪式当成是最重要的，结果忘了它当中的意义，所以呢，很多人就会执着哦，一定要有这种人骨不对这种念珠，还有那种什么大腿骨啊，要吹奏啊等等，就是很多这种一般人都不会看到的东西，你一修行突然带回家，那当然会把家人吓死了。那当然所以家人当然会担心，觉得这家伙怎么就是走火入魔了，还是会遇到了邪师了、不好的老师了等等哦，会担心的。那当然我们是习惯了嘛这些东西，但一些不习惯的，一看到当然就觉得很怪。但当然有些人就是喜欢作怪，不过但是讲到密乘呢，所以其实呢，什么叫做密乘，并不是就是很怪异，并不是这个意思，或者跟别人与众不同，并不是。所谓的密乘或者说密咒乘，其实是一个方法，帮助我们就是说跟你的生活呢，跟你的平时的生活是息息相关的这样的一个法门，而并不是一个脱离你的生活，跟你的人生完全不一样的这样的另外的一种方法。有时候也真不知道怎么说，或许这样讲吧，但或许别讲密乘讲太多。所以或许这样说，我们说整体佛教分为大乘、小乘，但很多人会觉得一提到这个大小的时候，就会觉得有重要跟不重要。但是其实呢，这个大小乘的大小，并不是我们世间的这种大小，就好像我们之前讲到说，噶举派有4大8小。那当时有谈到，很多人一听到4大8小的教派，有人听到可能就不舒服。但其实这里的4大8小，并不是用世间的大跟小去理解。同样，当我们在学习佛法，会遇到大乘、小乘，或者说金刚乘。当你听到这些名称的时候，并不代表说大乘就比较好，小乘就不好，它并没有这种大小的意思。所以譬如说我们说有3乘法、2乘法，乘是一种承担的意思，有能够负担、能够承担、能够扛得起来的意思。譬如说像经典里面也有比喻说，像是牛车、羊车等等，能够或者牛或羊能够驮着重物是不同的。譬如说一头大象能够承担的东西，那如果给一头羊去驮它的话，去扛它的话是不行的。所以所谓的大小乘呢，它的差别在于一个行者的心量的大小，就是他的心的力量的大小，其他并没有太多的差别。当然也有许多的解释，但重点在于说你心的一种承担力。你有没有这种承担力？承担力大就是大乘，承担力稍微小一些就是小乘。所以其实都不离开你自己的心，都在于自己的修持。一种呢是你能够承担自己，小乘；再来一个你更进一步能够承担所有众生，利益一切众生，这就是大乘。所以这是大小乘的差别。所以最主要差别在于心，而并不是外在。同样，当我们现在在讨论密乘、金刚乘的时候，请你也不要在外相上去谈论它。所以就算你想修密乘，但你却没有这种特殊的念珠，或者说这种也没有头盖骨的话，你还是可以修持密乘，不是吗？
没有这些东西就不能修密乘吗？并不是的。当然，密乘里面也会强调说需要一些特殊的法器，但这些并不是重点的，因为现在谁有钱都可以买得到这些东西嘛，所以这些东西并不是重点。因此，我们学佛的时候，你要知道佛法的重点是什么。我们常常说要解脱，解脱的根本是什么？我们说就是三种戒律，而三种戒律它根本是什么？那也就是要调伏烦恼嘛。那么调伏烦恼的方法是什么？我们说有84000法门，有84000法门来调伏我们的三毒烦恼、五毒烦恼等等。那么譬如说在别解脱的时候，最主要是调伏我们的贪欲。那么在菩萨的时候，菩萨乘的时候，最主要是调伏我们的嗔心。为什么？因为菩萨乘最主要的修持法门就是慈悲嘛，所以慈悲的相反就是嗔心。所以这是别解脱乘、菩萨乘。再来讲到密乘的时候，它因为是以果为道用的方式，所以要对治的是各种的不净观的这种腹胀。所以呢，由于我们的愚痴无明，所以会有这种，因此没有净观。所以在密乘来讲，最主要对治的就是愚痴。所以我们常常在密乘会听到有五方佛啊，有五智啊等等，但是你在显乘经典当中并不会看到这种五智五方佛所以这样有一个整体的了解，你就会知道密乘或者我们说三乘好了，它重点就是在调伏我们的三毒烦恼，它都是三毒烦恼的对治法。所以整体的佛法重点都在于说有没有改变我们的心有没有调伏我们的烦恼，有没有去整治我们的烦恼。如果你找到了方法，能够用对了方法，那么你就是在修行了。那其他一些附带的东西、外在的东西有没有那个没关系，而重点是你有没有用对方法降伏你的心，降伏你的烦恼。有了这个根本，那么其他一些附带的东西也尽力去具备也是可以的。我这里讲到哪里？忘了刚刚讲到哪里。所以你看过去的祖师们他们常常说什么？有一句话就说，只要你听到一句法，你就要将它付诸于实修。当你听到两个法，你就要将这两个法用于实修，不然你听再多都没有用。其实这我以前也跟大家分享过，很多人觉得修行就是一种舒舒服服的，身心都暖暖的、懒懒的、松松的，就觉得好像修行是这样子。比如说，有些人在城市里面修行蛮忙，在工作，工作很繁忙，所以这时候实在受不了了，然后就说我要修行去啦，所以他就要到一个很安静的这个乡野去，然后让心放轻松，然后去修行、休闲度假好像把修行呢当成就是这样子。很多人对修行的理解就是这个样子，其实这样也是 OK 的，这也是的，但是不是太圆满的、太究竟的。这样的对修行的定义还是太狭隘的一种理解了。就好像说这就听起来不像，就有点像是去做三温暖一样咯，或者说你去按摩一下，
那你就让你的心放松、舒服一下，或者去蒸汽浴之类的，或者三温暖啊等等。但是呢，你几天三温暖之后呢，又变回原样了，然后又开始乱了。这时候的修行它是不稳定的。这时候好像是吸毒一样哦，上瘾一样。那我当然没吃过，但是好像一吃之后你哇好舒服一阵子，之后又变回原样。但我自己对于修行的一个理解是什么呢？它是一种持续的、长远的一种训练，就好像你要锻炼自己的身体，你是要持续恒长的运动是一样的。我要举的一个例子，接下来这个例子可能很适用，可能不适用，但是呢，总之常常一个比喻哦，它部分适合就可以了，就好像说这个军人要锻炼是一样的。所以呢，我们说修行呢，它就是你随时的去锻炼你的心哦。而不是就是懒懒的在那边，然后我发愿我祈愿，然后懒懒的就这样过一生修行，并不是这样的，而是你要透过你的生活的各种的境、各种的缘、各种的境去练习锻炼你的心。那你们可能听过一个故事有一个瑜伽士，然后有一个猎人，那一个猎人走到，碰到一个山洞里，有一个瑜伽士就问，你在干嘛？那个瑜伽士说，我在练习安忍。这个猎人就说，你去吃大便吧。那个瑜伽士就气到了，他就说，你才去吃大便。就像这样。就是平常呢，你自己快快乐乐的、舒舒服服的，在那里想，哇，慈悲就是这样了，安忍就是这样了，没有比这个再舒服的了。但是呢，当你遇到一个情况的时候，你会发觉你的这个安忍呢，什么都没了，哪都没了，就生气了。所以，什么叫做安忍？我们常说要安忍呢。其实是一种什么呢？就是一种，你有一种它并不是就是你强忍的那种，或者说刻意的忍耐哦，这并不是一种安忍。要不然都会以为安忍就是好像少林功夫，就是要把你练那叫什么？金刚罩，那我是不会，那当然练那个大家也不太容易。这样你练这种金刚罩这样，然后呢，用砖头敲自己的头啊，然后用方式啊，你都不会痛啊什么。很多人以为一想到安忍你就会变成那个样了，并不是的。但其实安忍，如果你要变那么刻意的时候，那就不是安忍了。真正的安忍，它是很自然的，它是因为你了解到烦恼的本质是不好，你认知到这一点的时候，而你不再把烦恼当成是好的，而是你很清楚看到各种的烦恼，它的本质是不好的，是有问题的，是你不要的。所以很自然，你烦恼一升起的时候，就会让你想吐，就会让你想要丢弃它、舍弃它。所以你很自然的烦恼一升起，你就不会要它嘛。就好像对方一说你吃大便，如果有一天有人告诉你吃大便，你不会想我等一下，我想一想我要不要吃，
你当然就会说你才吃，我不要吃嘛。你不会再思维说大便好还是不好，要吃还是不要吃，你不会再去那样想嘛。因为你知道那个人是，你知道烦恼是不好的，是你不要的，所以你不需要去思维，你马上就会说，那我当然不要，我不要烦恼嘛，我就好像我不要大便是一样的。所以你很清楚了解烦恼是什么，所以当你再有烦恼升起的时候，你很自然就不喜欢它，很自然就要舍弃它。你是一种很自然的，你就放下了你的烦恼了。所以你没有用力或者刻意在做什么事，你想刻意勉强自己的时候呢，这就不是安忍波罗蜜了。所以讲回来，我们都在说修行哦，其实它是一种自发的，是一种 automatic， 是一种自然的事情，而并不是你要勉强自己，然后呢给自己很多很多的限制，给自己很多很多的勉强。那这样子修行听起来很痛苦，不是吗？你还不如别修行好了。所以我们说学佛要知道原因，要了解它的道理，这是很重要的。我们说真正的佛法在哪里？活生生的佛法在哪里？其实就在于我们生活中的一切，是你眼睛能够看到，你能够听到，你能够触摸到，能够感受到的。举例来说，刚刚谈到无常，无常不是文字上的经典，其实是你现在张开眼睛随时都看得到的哦。不然的话呢，你好像闭着眼睛在那里读经是一样的，你不去看真正展现在你眼前的佛法，然后觉得好像你要塑造一个什么另外一种佛法的东西，然后把真实的已经历历在目的所有的佛法的视线你视而不见，这样是不对的。所以你看过去的祖师呢也在提醒我们说，譬如说密勒日巴尊者，他总是在生活中或者说是看到这个轮回的痛苦，同时也看到说造作罪业它的不好在哪里，所以他能够很清楚地面对他的这个人生各种的问题，也因此他能够得到证悟。或者我们再看到，你看佛陀讲到四谛的法轮，不就是这些内容吗？刚开始他就是看到了生老病死，所以他知道说我要处理这一切，所以他就到了这个恒河边，然后行6年的苦行，然后他试过各种各种的方式。所以总之他说，白话来讲，佛陀就是说我就是想我去思维了烦恼极地，也思维了苦地各种，所以他成佛了嘛。佛白话叫什么呢？白话就是他知道觉醒的人，他有一种彻悟的人哦，完全的觉醒彻悟的人。他彻悟了什么？觉醒了什么呢？他就是完全了解了这些实际的情况哦。所以大白话来讲就是这样子。那当然我们解释佛也可以引经据典很多的解释，但大白话来讲就是这样子。所以我们每个人都有生活，我们要试着将佛法跟生活结合，这是很重要的。或者说我们有时候不知道这个生活它就是
无常，它就是佛法很多的道理。但很多时候你没有得到一种引荐你可能不知道，所以这是为什么我们要学佛。所以应该是生活跟佛法互相要有一种结合，你要在佛法中看到生活，在生活中看到佛法，这是很重要的。接着要简单讲一下不动佛法门。那么其实在前几天呢，就讲到了跟讲解阿弥陀佛差不多，法门差不多的内容。那么首先我们说不动佛其实应该是明天才要讲的。好，明天再讲。啊？昨天我拿了一个小笔记本来讲嘛，大家听听都睡了。我今天就拿了整本藏经的一部拿来看你们睡不睡。所以这就是不动佛国经这是从大宝积经的第6会，它有那么在大宝积经里面呢，只有藏文里面呢只有44部，但是听说以前呢是有东扎嘎有10万部，但现在只有40几部，所以这是在藏文的大宝积经的第2部，那有70多页。那么这部经主要在说的是什么呢？就是佛陀呢有一次在这个灵鹫山上呢，就是他成道后20多年，有一次在灵鹫山上，依靠这个佛的功德，所以这个舍利佛所以就是舍利佛尊者成佛威神而请问佛，就是为了以后的众生能够具备精进，那请佛陀开示。那不用全部都，这内容不用全部都说。你看，从这里可以看到过去的诸佛菩萨是怎么样发心的。我们常会使用叫做铠甲。我们说到铠甲的时候，有时候你会想到是不是战争的时候要穿的那种盔甲那我们说盔甲呢，就是别人如果要伤害你的时候呢，可以保护你不会受到伤害所以我们常常比喻安忍，也是一种用盔甲来比喻安忍。所以呢，佛陀呢在这个灵鹫山上，所以有比丘众呢1250人。所以这时候舍利佛呢就请求佛陀说，可不可以请您告诉我们未来过去诸佛是如何发起菩提心披精进铠甲的呢？佛陀就很高兴，所以佛陀就为他开示。所以当时佛陀就说呢，从事东方过千世界，彼有佛刹名曰妙喜，悉广目如来应正等觉出现于彼。这是过去有这么一尊佛出世。
那这尊佛呢，于诸菩萨摩诃萨说微妙法，然后从六波罗蜜为首，就是他最主要说的是六波罗蜜法。这时候呢，舍利弗呢就想，这样一个现习净土在哪里呢？他还在想，他一想的时候，这个佛陀就知道了，所以佛陀就说，东方过千世界，就是从我们这个世间的东方呢，有过千世界。那有一种说法说是一千个这个世界，也有说是超越千世界以外，有不同的说法。总之呢，这里说，从事东方过千世界，无论是第1000个那个世界呢，还是超过那个1000个世界之外呢，总之在东方过千世界就有一个佛刹，名曰妙喜。在那里呢，就有广目如来。那他当时这个佛呢，就在跟诸佛菩萨说六波罗蜜的法。那当时呢，就有众中就有一个比丘从座而起，然后偏袒右肩，右膝着地，向佛合掌，然后他就对着这个广目如来说：“他说呢，菩萨法教，也就是志愿修行了，也就是说，我发愿去修持菩萨的各种的法。”这时候广目如来就说了：“善男子，比丘呀，汝今当知，菩萨的教法难可修习。菩萨的法教呢，现在是不容易修的哦。何以故？为什么呢？因为呢，如果你要学菩萨的行持的话呢，那你于诸众生就不能够升起嗔害心，这是不容易的。广目如来就这样子说了。那当时那位站起来的比丘呢，他也马上的回禀告这个佛陀说：“世尊呀，我未来呢，要以无谄无诳，也就是说，我并不会以这种谄媚、讨好、虚妄的语言了。所以呢，我从今要发起这个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并且求一切智智，就是上求佛道，然后乃至未得无上菩提，未成佛前呢，我对于任何一个众生都不起嗔害心。若于众生起嗔害心者，就是如果我没有这样做到的话，而我对众生升起嗔害心的话呢，那我就是违背了无量无数无边世界中现在说法诸佛如来，我就是在欺骗他们了。所以当时呢，这个比丘就以这种无谄无诳、实语不异语这样子来发了这个愿。所以呢，就像是我们在这里还有一个不动佛净土祈愿文呢，
它里面有说这个不动如来之前呢，比丘的时候，他发了这个18个成就愿，后来又发了甚深的这个7种愿等等哦。就是有发8个大愿，所以其实最主要虽然说这么多愿但其实就是刚刚说的那个，就是他发起菩提心，然后在未成佛前呢，对于任何一个众生都不起嗔害心，这是其实就是不动佛最主要的愿。那除此之外呢，还有比如说7个大愿，加上这个呢，总共是7个，不，加上这个呢是8个，所以这8个誓言，可能我明天在给不动佛灌顶的时候呢，再讲说。所以，当他发完这个8个愿之后呢，这时候呢，在大众中又有另外一个比丘心中想，所以这里说时有一比丘作如是念：哇，此菩萨摩诃萨就是这样一个菩萨，由初发心，披精进甲，然后于一切众生不为嗔等之所动摇就是他既然能够发愿，不嗔恨任何一个众生，这真是太了不起了。所以这时候他就想，他真的是一个不动，他真的是是无嗔哦，是不动哦。所以这个比丘心中这样子想，但或许他可能就惊叹的当时有说出来了吧，就说，所以你可以想当时的比丘可能就在传，哇，这个比丘真了不起，敢发这样的愿，他真的是不动，他真的是无嗔啊。所以这个时候呢，使广目如来呢也说你能够发这样的愿，也赞叹这个比丘说，这是不动佛的前身，赞叹他说你真了不起，能够发这样的愿。所以呢，这时候就告诉他说，你现在学习菩萨道的时候，你就叫做不动；未来成佛的时候，也就成就为不动佛。所以呢，你的名字就是不动。所以这时候就受记了他这个名号，应该说随喜了这个名号，就是因为他发的这样子的愿，所以他得到了这样的一个名号，叫做不动，也有翻译叫无嗔。所以当时这个比丘呢，他就成为了菩萨，因为发起菩提心了，他就成为叫不动的菩萨了。那成为不动菩萨之后，他还是继续在这个广目如来之前呢，所以他继续发愿说，每一步呢，我都要是朝着成佛这个目标而走，而且我生生世世都发愿要出家哦。所以在这里等等，他有发了18个成就的愿，还有我们说4众，也就是比丘、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我不说他们的过错等等，又发了甚深的7种愿呢。所以总之发了18个成就愿之后，又发了甚深的7种愿。所以可以看到不动佛呢，他在成为不动菩萨，就是最开始发心比丘发心就成为不动菩萨之后呢，又发了这样的愿。
所以这里有18个成就愿，还有甚深的7种愿。之后呢，他就说了真实语，就是不动菩萨说了一个真实语。他说，就像我刚刚所发的这些愿呢，这是清净的愿。如果我这些愿是真实的话，那么透过这个真实语，我的右足的拇指触动大地的时候，那么3000大千世界都会震动，都会为之撼动。所以当他一说了这样的真实语，然后他的右足拇指一碰触到大地的时候呢，这个大地就动摇。我们说佛陀在诞生跟圆寂的时候也有大地震动，但是呢，经典有说这样的震动呢是不会伤害到任何生命的，不然有的人一想，哇，大地震动，那不就大地震了？那很多人都往生了，那并不是这样的，而这是在形容说一种真实语的力量，而不是地震哈。所以呢，这是你看不动佛，他最开始成为比丘，然后发愿的一个过程。所以我曾经看过那个《阿凡达》，有没有那个电影？有没有看到那个里面不是有一棵大树吗？其实因为在现实净土呢，也有提到里面有一棵大树，我当时想，蛮像的。所以呢，在这里形容说，反正一棵很巨大的树，在这个现实净土当中。所以最终呢，它是在这个就是他的净土，所以他成佛之后呢，也就说法。最后呢，依靠舍利佛的一个祈请呢，所以释迦牟尼佛他成佛威神呢，所有的他们就迎请了这个不动佛，还有所有不动佛的眷属，从这个净土来到了这个释迦牟尼佛的面前，然后让当时的大众都可以见到这个不动佛，大致是这样一个情况。总之呢，就这样，我之前有提到过，这个不动佛法门的修持，你就是要学习不动佛经里面所提到的这个一些刚刚讲这些内容，要不然我们会以为就是个什么仪轨哦，就是要礼拜啊，就是要什么，并不是的。所谓修持不动佛法门，意思就是学习成为不动佛，去读诵他的这个刚刚讲到这些内容。当然，佛陀并不会要我们做我们做不到的事，这也并不是我要说的，而是当你在读诵这些大师的传记的时候，譬如说不动佛的故事的时候，你要看自己的力量去做，但是并不是说你根本不了解情况，你就说我做不到，而你应该是看过之后，然后去了解，再看自己的情况是做得到还是做不到，总之尽力去做。所以最开始的了解是很重要，了解之后你做得到的去做，做不到的你也发愿，我试着未来能够做到。那就像刚刚说的，这个不动佛它为什么称为不动无嗔无嗔，它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它的一种慈悲之心哦，他穿着着这个慈悲的铠甲，所以他的这个愿就是他对任何人他都不嗔恨，他都不会生气，他也不会有伤害对方的心。所以如果你能够做到这一点，那这个就是不动佛的法门了。举例来说，修观音法门的时候，我们说观音菩萨是30一切诸佛的这个悲心的一个示现，
所以你说，虽说叫观世音，其实它就是大悲心的意思。所以如果你具有大悲心，那么你就是修持观音法门。所以我们说观修本尊，它并不就是去观想某个人、某个佛菩萨，重点是你要修持，你的心中要能够具备这个本尊它代表的法义有，不然总是想着他，我们再怎么去想他，也对他没什么改变，因为他已经成佛了，他也都好了。所以，因此我们对于佛菩萨的礼拜，对于他的供养，对他不会有任何改变。他有衣服了，也有吃的了。重点是透过这些修持，改变我们自己的心。所以我希望大家有这样的一个了解。所以同样呢，那么在不动佛如何投身不动佛净土呢？这跟昨天所谈到的也差不多，就跟投身西方净土差不多。所以在这里说，所以你需要具备特殊的这种善因，或者说有很强的这种信心。其实就像昨天谈到投身西方极乐净土是一样，你要具备这种强烈的信心才有可能。总之这部分明天我会再讲一些。好，接下来要禅修。今天是最后一天，有禅修。那么今天要做的禅修就是回向跟发愿。其实呢，这部分前几天都有讲过了，就是什么是祈愿，什么是发愿。那么，回向跟发愿，回向就是有一些，当你有一些善因可以做回向，才叫做回向；而你没有一些先前有一些善因、善根，那的话，这就是发愿，这是它的发愿跟回向的不同。所以就是你做了一个善因，然后你做的发愿，这个叫回向。如果你之前没有做任何的善因善行，就只是一个愿望，这就叫发愿。这是两者的不同处。发愿呢是很重要的。过去菩萨们他们都会发愿，然后发愿要利一切的众生，接着他们就开始行持菩萨行，最后成就佛道。你可以看到一个菩萨的发愿，他从头到尾都完全不是为了他自己而发愿，他都是为了利一切的众生。也由于他的这种愿，所以他很自然而然的，他就会有能力利益到众生。这种力量就是从他的这种无私的、广大的这种利益一切众生的发心而产生的。所以也因此，他成佛之后，他具备那样子的无限的这种力量，能够利益无量的众生。所以我们说，佛陀这一切的成佛之后，一切的这种断证的功德，那可以说都是由于刚开始这个愿而开始的。所以我们说，从最开始发心、发菩提心，
我们会形容说，菩萨的发心呢是要如同虚空一般广大哦，也就是一切众生都要成佛，这是如虚空一般的广大的一种发愿。所以为什么说菩提心的功德是这么的大，就是因为它的发心是这么的开阔，所以能够清净一切的罪业。菩提心之所以有利益，也就是因为它是一种这种清净的愿。所以最开始发愿，之后中间有很长很长的时间，一个菩萨他会去行持这种很安忍的行持，很难行持的各种利众的事业，而且无量的众生他都会去利益，无量长的时间他也不畏惧。那能够支持他这样继续去利益众生的力量，也就是他最初的这个发心。所以经典里面形容说，只要你掌握了一个法，菩萨的法只有一个，只要你具备了这个法，就是菩萨法；你没有这个法，就不是菩萨法。所以这个在你具备这个法，你就等于说掌握了所有的佛法。这个是什么呢？也就是菩提心。白话来说，就是你的一种无私的、开阔的发心哦，一种发愿。所以呢，发愿是很重要的。因此呢，这几天当中，我们在这样一个菩提迦叶这样一个圣地，这样一个殊胜的时间，这都讲过了，说太多次了，可能大家都听烦了，耳朵都听厌了，所以呢不再说了。总之呢，这个地方很殊胜，这个时间也很殊胜。然后呢，总之有5种圆满或者100种圆满，反正圆满是这么的多。总之呢，就在这样一个因缘具和万事都具备的这样一个时候，我们更要好好的发心。所以试着呢，打开你的心，为了利益一切的众生，成就佛道。或者你不这样提，你就发愿说，希望一切众生能够得到一种不会改变的、最究竟的、最稳固的快乐吧。这样子发愿也就可以了。尤其我们看到说，在世间上，还有一些呢众生可能是过去、现在、未来都没有接触到佛法或者说成为这个佛弟子，所以我们也要发愿说，一切所有众生都能够未来接触到这样子殊胜的佛陀正法。所以发愿呢，它的力量是很大的。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一个凡夫常常说我要帮助别人，那常常都没帮到。尤其像《菩提道灯论》里面说，一个菩萨要帮助别人，他必须要透过值得禅修先具备神通。所以一个神通不具备神通的时候，你不知道一个人他心中的想法，你不知道他的需要，所以就这样子对他说法或者对他给予帮助，那当然是会有一点点帮助吧，但是没有办法像一个具备神通的菩萨呢，有那么大的一种利益给予到别人。所以我们说菩提道灯论里面提到说，要利益别人，首先要具备值得禅修，要具备这样的神通。那总之我要说的是，许多我们现在一般人说帮助别人，就总是好像没有帮到忙，有点力不从心的感觉。但是一个菩萨呢，他常常都能够利益到，当然也有一些是菩萨也无法利益到的。那么对于佛来讲的话，是所有都能够利益到，不会没有不被佛陀利益到的众生。这是为什么呢？因为佛陀他具备遍知。那讲到遍知的时候，也有很多不同的形容解释。
过去我到国外的时候有讲过，如果有一个人说佛陀是骗知，他不相信。所以当时我就说，所以当时我是说，这是佛陀的骗知，是指说他能够知道每一个众生的需要是什么。所以，譬如说，尤其一个想要求得解脱道的一个人来讲，他心中所有的所求，佛陀都知道，所以说他叫做骗知哦。所以骗知呢，不是一个很美妙的形容词，并不是，而是一个很实际的一个词哦。意思就是说，他的骗知很实用性的，而是任何一个人需要什么，他都知道，而并不是那种知识性的骗知。譬如说，哦，全世界有多少蚂蚁啊？曾经呢，有一次有一个苍蝇跑到我的那个茶里面去，诶，它没有死，当时我就把它救起来。那你说，一个人掉到水里，你把他救起来的时候，你可以对他做那个，你可以去帮他那个叫什么嘛？那个心肺复苏，然后你还可以对他做人工呼吸。但是苍蝇我就没办法，但是我试试看，所以我就拿那个棉签，有没有？我就拿了棉签来，我就呢去搓一搓那个苍蝇的肚子。总之呢，我就什么方法都试了，诶，结果它还站起来，不是飞起来了。然后呢，差点把它压扁，不过呢，它活起来了。所以我当时我想，哎，如果是佛有多好，我是骗知多好，要不然我还不知道怎么救这只苍蝇呢。所以我们说，当然我们不具备这种他心通哦，只知道别人心中在想的是什么，甚至连我们有时候连察言观色都不会。很多时候呢，都是很主观的，都是自我主观的说那个人是坏人，那个人是好人等等哦。所以甚至连那种比较客观的、理性的去想，都不会这样去想啊，都是很主观的去判断一些人，或者判断周遭的一些事情哦。所以我们很多时候真的就像是一个盲人、瞎子一样，到处走来走去。这样子的人有可能帮助众生吗？我们说要帮助别人、利益别人，是这个人的心是非常非常的细的，他的心总是在关心着，而且是无分昼夜的，总是在细心的去关护着，去想着别人的需要。如果你没有这样去做，怎么可以说是利益众生？那也更不用说成就佛道了。哇，说太多了，时间都没了，糟了。所以1分钟禅修就好。我们的禅修越来越短了，最后只有1分钟。好，各位好好发愿。专心的发愿。